后元神医，本是不家宝，若在本世手要把狼烟杀，若在本世修要把老一杀，本世老头等，可以发兵了。怎么发？来，嘿，表兄，过来请你在。谢银贵哦，忙进谢银贵冲啊！哪来？冲啊！来，我有我，请爸爸过来请你。哎，忙进谢银贵。呀，让我都可以进的。哦，都可以进来。请公子到。哎呀，你娘来了，你看着，你娘来了，我娘来了，哎呀，罗夫人啊，不要走，路途已经朝最上去了，你起早一步嘞，已经走了。啊！放心啦，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小路通本领高强，保他平安无事回来。这王八，哎，你三不经不对我儿上追账而去，想不到你事情天天对我儿上追账。你今天这个歹宝，你可要给我走得好，做得好，好，保得牢。要是我有什么损伤，我就为你死嘛。放心，小路通放在我的身上。小路通回去了，重来过，我娘追了，再来过。好，请爸爸过来请你，赶快起来！走，三爷呀！今天奉旨出京，哥哥要奋勇杀敌，那个退身怕死，违反军令，两罪之罪。好跑随行，与小将听枪扫。